来看新版的精神卫生法，按算今年12月14要开始实施哦。有立委是烦恼讲心理卫生的社工卡手无够，也毋过卫生福利部表示讲，即马卡手已经有增加咯，明年卖个继续增加。无论是人际关系烦恼、家庭的关系紧张，年久月深内拢有可能会破病。新版的精神卫生法会伫后个月实施，到今年10月底为止。全国已经有52间心理卫生中心提供民众服务甲支持，按算明年的目标要达到71间。不过，心理卫生中心社工卡手的人数敢对着？不光是盖房子，你们人数虽然增加，但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有提到，服务比呢？我们去年大概每一个人的案量比大概是1比60左右，那今年就已经下降到1比50。卫福部长邱泰源表示，今年10月心理卫生中心的卡手已经增加到1454个人，明年会增加到2489个人。不过，当时基金会嘛认为讲，头前的卫教、预防甲推广才是上界重要的。人力不足是一定会发生的啊，不同阶段有不同的人力不足的原因啊。我觉得我们看到的问题是专业人力跟需要的人怎么样子去对接。卫福部嘛评估，未来10年会需要480床的司法精神病床，按算到明年年底进前会当完成183床。不过，民进党立委林国钦指出，其他的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国家拢咧拍拼减少精神病床，互患者会当回归社区。想问部长，台湾有减床的计划吗？我们不管是急性床、慢性床，其实我们的占床率这几年看起来是有一些下降的一个趋势。新版法案就要实施，21项处罚会同步生效。不过目前包括强制大院的规范等6项，还佫需要甲司法院讨论，所以实施的日期也未确定。